全国运动会两档举办一摆以亚运、奥运的比赛种类为主，是国内规模上大的综合运动比赛。台南伫16档后再次先办，以办喜事的心情积极筹备。第二批的宣传影片嘛四过放送。市长吴永铁表示，希望甲全国好朋友分享，卖伫官方的网站无定期更新上新消息。已经睽违了很久，大概有一说很多年都没有办。那中间有一些运动设施也老化了所以说我们这次承办全运会，第一个是要改善台南的运动水准，第二个也要改善台南的硬体运动设施，第三个也希望提倡全民体育。所以不管是竞赛类的，或者是这个全民的参与度，或者是这个软硬体设施的提升，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着力。那今天刚好是第二支影片的这个开箱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大家全运会是所有市民朋友们的，大家一起来参与。全国运动会将伫明年10月21到26登场。宣传影片当中，市长吴永铁嘛入镜，带领选手向前冲，呼吁田选手关心全运会。那个还好啦，那个就是一个示意图希望说这个全运会已经开始倒数起跑了那我们希望说大家都密切关注全国运动会在台南。跳球除了陆续推出系列影片，嘛已经有活动，民众照伫11月底之前，到网络找112年全国运动会伫台南按赞留言，也阁有机会得到限量小礼物。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